来看，捌发生性交易的争议，进前驻守伫内吉利亚的公司杨文生，互定界法院判修职1档了后，即马阁互检方查出，伊伫咧驻外期间涉嫌诈领馆长的交际费，大概是代票15000块。检方即马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，甲伊提起公诉。 几年前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咱外交部关乎外国税案，迄个时阵担任内吉利亚公司杨文生真侪届代表翕相，即马煞涉嫌贪污，29号检方起诉。检察官调查结果认为，杨姓被告诈领馆长交际费美金483元，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，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，经依法提起公诉。 检方发现杨文生为2018年开始派驻内国期间，将私人的支出报公社，使用办公室的电脑假造无实在参会人客名单，制造应酬的假象，清领馆长交际费，核销甲厝的人食饭的开销，误解诈领新台票差不多15000。因为考虑伊缴费不法所得情况是属有较轻，所以建请减轻伊的刑度。不过伊的证据毋若一件。 去年3月，杨文生就互人指控2018年的时阵，伫职务宿舍甲住处女清洁工发生性交易，互监察院弹劾。定界法院审理了后，也认定伊扰乱长官部属的特殊言行无准则，判伊休职1年。即马Me Too风波，咱驻外馆阁是一直互人逼扛性骚扰。尽忠职守。 报效国家。驻泰代表曾锡汉也互人指控性骚扰代表处的女秘书已经请辞核准，驻菲代表齐培勇也好亲像强揽强禁女秘书，互人改职调查。外交系统性骚扰一直逼，行政院29邀请学者针对机关首长性骚扰防治专题演讲，精进性平作为。各首长、政务人员及各主管、高阶人员务必以身作则。 确实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环境，并将各机关办理相关防治工作纳入人事业务的绩效考核项目中。行政院坦白讲，即马的公权力对被害人保护无周全，有关性平3法修法草案，一定7月中通过，送交立法院新会期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